础导武全部都要给他训练得很好。你知道，当一个人来到道场，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讲课哦，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基础导武很熟。你看哦，不管他1岁到道场1年到100年，他都要办道嘛，要不要？所以基础导武一定要会的，因为那是我们的赚钱工具，赚老天的钱的工具耶，一定要很熟练的哦。你1岁到100岁都要办道，但是你可以不用讲道哦，对不对？讲道人讲，但是办道就一定要哦。好，再来，潜移默化让他自觉自律，多参与办道的实务工作，要鼓励他来工作哦。我们常常呢有看到有一些人办道的方式很随缘，什么叫随缘？我们就说，我们要安排陪谈人员哦，他就跟后学讲，不用啦，现场叫一叫就可以了啦。常常现场就叫不到，而且服装都不整齐，所以呢，甚至连陪谈、连观察、连那个名字都要安在计划书里面，而且事先跟他讲，假设某某人，那点来是说你非常的优秀，要后续跟你联络哦，让你能够来这边做一个陪谈人员，很殊胜的哦。他感觉到你有重视他，就来了。你如果平常都不找他，突然有事找他，大活动说要找他，他不一定出来，但是你有小事就找他，有空他就一定会出来的哈，这是很重要哈。小事也可以找啊，信托也可以找啊，出席人员特别安排你当上子礼嘞，或者特别安排你当端供的嘞，这样特别安排，要说特别安排，你干嘛特别安排，而且是点传是指示的哦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那当然我们要把计划书给别人看啊，不能假传指令哦。好，陪同成全人、渡人落实基层道的参拜，积极安排参与道场活动跟参加习俗，其实就是这样，就是乐陪而已哈。讲的真的哈，上台怎样？台下走进厨房，这是很重要的哈。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